咱礼拜要开始，请咱备办心，请走乐。上帝啊，你的慈爱遮尔啊宝贝啊！世间人秘伫你实骨的隐蔽的，因要因为你的厝的好物得到饱足，你也要互因啉你快乐的河水，因为活命的源头在伫你遐，伫你的光，原要看见光。愿你常常施慈爱，互捌你的人。常常用你的公义侍候心内正直的人。这是咱献开圣诗495首。上帝是我一切仰望，请咱起立吟全首。上帝是我。
触读圣经，个别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死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岛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轮毂。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我上天，这里全能的爸上帝大病。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告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来启用圣诗后壁面启用文56篇。伫圣诗后壁面1100块一页，启用文56篇，我来启，你来用。创世以前就有道，道甲上帝同在。道是上帝。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上帝通过伊来创造万物。一切受造的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伊内面有活命。这个活命是人类的光，这个光伫黑暗中得照，黑暗毋捌赢过光。伊伫世间，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过世间人毋捌伊。伊来到家己的所在，家己的人无接纳伊。遐会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伊属因有权，成做上帝的囝儿。伊毋是对血统，是对肉肉，嘛毋是对查甫人的意念，是对上帝生的。道真做人，踮伫咱中间，充满稳定甲真理。阮有看见伊的荣耀，是天父独一的囝，才有荣耀。伊对伊满满的稳定，温上交祝福互咱大家。律法通过摩西颁布，稳定甲真理是通过耶稣基督来的。无人捌看见上帝，只有被心怀中独一的囝有甲伊显示出来。咱做伙压头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会当互阮伫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求你会当拍开阮的目睭，互阮会当看见你律法中的奇妙。伫阮的生活中会当得胜，伫真道会当徛会牢，坚守建立阮的信仰。伫事奉顶面会当结侪侪的果子，互阮会当为主来活。恳求圣神搁一摆感动阮的心，搁一摆更新阮的性命。主啊，恳求你帮助阮会当坚守你的话语，伫生活的每一个所在，会当搁较倚靠你，赐互阮眼光、能力，无论伫厝，无论伫职场，无论伫教会，我会当诚做见证人，经历你的荣耀来充满阮中心会当见证的所在。求主搁一摆来帮助阮，我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报告。消息报告。第一点，本会消息。本主日为基电会主日，有派陈建信兄弟、陈建志兄弟前来本会讲道请安，敬请兄弟会当踊跃奉献甲代祷。第二，小会公告，欢迎接纳罗信泰兄弟的成人会籍，对高雄中会中山教会转入本会。第三，本会8月26号拜六家庭探访，因为有婚礼要暂停一摆。第四，本会2022年度第2学期信用培育奖励金开始申请。既然有符合标准的，咱会当伫9月10号礼拜日前提出申请，
9月14号拜四永暗8点要召开奖励金的小组审查。本会伫9月17号礼拜颁发奖励金。第5，9月15号拜五永暗6点半到9点半。9月16号拜六上午的8点半到永暗的9点半，要伫敬拜中心举办专人更新的营会，对象是本会受洗的会员、文道学校属下期的学员必修。咱的费用是500块，请伫9月3号礼拜进前上网络来报名参加。第6，下周主日8月26号、8月27号要举办2023年度第4班的圣餐礼拜。迄天的第2场、第4场的礼拜要联合，敬请全体陪餐会员备万心，强守圣餐，同沐主恩。具体消息第1点，由讲幼儿园甲朝阳科技大学要推动幼老共园的计划，咱要定伫8月24号的拜四下晡5点到6点。伫教会副堂要举办公听会，咱邀请厝里有年迈的长者的囝儿，咱对即个议题有关心的兄弟，会当踊跃来参加。报名咱请洽询由讲幼儿园的电话3634497。第2，社青牧区有报名要参加8月20号到8月22号怎样营会的少年人，咱伫本会下晡6点准时到敬拜中心来参加。第3，欢喜的消息，本会黄仁宇弟兄甲李智慧姊妹要定伫8月26号的拜六上午10点，伫本会要举办结婚典礼，欢迎兄弟会当来观礼，愿上帝赐福即对新人结入幸福的家庭。第4，合作社的消息。第1小点，地学生咱改建的工程期间，迄个办公室要设置由讲幼儿园办公室，敬请社员会当留意。咱假使也有要贷款的，咱会当咱合作社来洽询办理。第5，成人牧区要定伫9月17号礼拜下晡3点到5点，要举办成人牧区半日的旅游活动，地点伫桥仔头的糖厂，费用100块，欢迎兄弟伫9月10号进前会当小组长来报名。告解消息，咱请牧师。好，咱告解消息头一个是高雄中会上年部即个重阳节的是有办结婚50年还是60年就是金婚选结婚的一款的庆祝活动表扬咱伫民国62年还是52年结婚的拢有即个资格当办公室报名搁第2个就是高雄的职场合适侍奉中心有办职场会籍纪念名称的即个讲座有真侪真有名的即个教授啦，还是有专业的人来分享，所以咱若有伫职场的兄弟咱有趣味的，咱会当来报名，办公室报名，费用500块。上落尾是台湾女子新人院伫真金教会有举办黄淑华牧师的启示录的秘籍的课程之前捌伫咱敬拜中心办过，咱若有参加过，佮参加是只有200块，若毋捌的是8月15进前咱已经超过了已经爱1600块若要参加的人会当报名而且咱感谢上帝，咱的地下室的改建的工程，甲这变数的工程拢已经开始造成大家不便请大家会当包容为这代志祈祷毋望互这一切进行拢会当真顺遂虽然是讲半当毋望，若会当伫这进程来完成如何在咱今日祈祷中以上。这是咱来看圣经，圣经记载伫腓立比书第2章第16节。
规律比书第2章第16节。显明活命的道理，互我到伫基督的日有通夸口，因为我毋是空空跑走，也毋是空空着磨。以上。学了，咱请妇女献歌队。诚信的。我
今仔的题目是坚守性命的道。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主吼，咱妇女生活队所任搁较悬的所在，除了主耶稣，咱无别的名；除了主耶稣，咱无别的路。感谢主吼。下早起是咱国际基甸会中华民国总会的主日今日咱特别欢迎迄个陈建信弟兄甲夫人在这里我们还有陪同他来的我们高雄的那个陈信德理事跟夫人陈信德我小可做一点点的介绍国际基甸会中华民国总会伫咱高雄即几天召开这是因差不多7档一届来到高雄所以难得的机会这帮牧师受到邀请，受到迄个尊迎甲肯定会当做因这个年会的培灵会讲师感觉真荣光下早起伫咱高雄负责的同工迄个陈信德理事伊是咱迄个武昌教会负陪同陈建信弟兄咱敢有人捌哩？可能咱伫遮较毋少会接触到伊伫咱台湾的教会，还是伫咱台湾社会，拢是上帝所重用的人伊是即马即个永光化学公司永光化公司，即个公司就是用咱的基督的信仰精神来经营的一个企业。这个企业是一个国际足有名的企业伫因的这领域内面伫世界是排伫头前的企业但是感谢上帝，最重要是因真正真热心听主对因爸爸陈定川长老，还是陈定杰长老因兄弟咧经营伫台湾就足热心参与伫国际基甸会CBMC参与伫神学教育所以无论伫中华福音神学院、圣光神学院、中台神学院，有真侪所在需要因斗相共，因是最热心参与的所以受到人学乐肯定敬重上帝所祝福伊的百姓所以今日陈建信董事长伊来咱中间来分享基甸会的事工，毋茫咱兄弟姊妹除了会当热心奉献，因为基甸会就是教会伸出去的手骨，就是做宣教工作，做传福音的工作，透过圣经上帝话，互这个世间人得到福音所以请咱会当热心奉献也鼓励咱兄弟会当加入国际基甸会会员你若要参加牧师甲恁做推荐会当了解到底做国际基甸会会员应该爱尽什么样的义务这是参与伫一个传福音真有意义宣教的工作感谢主，咱要将时间到陈建信弟兄，咱拍拍欢迎。陈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互阮甲我的姊妹甲阮兄弟会当来到咱友昌教会做阵来敬拜上帝这2天主要牧师有讲阮伫汉来大饭店召开全国的大会牧师互阮真水的勉励今仔日阮代表国际基甸会来向咱教会的兄弟来请安，感谢教会对阮基甸会的支持过去拢为咱奉献搁为阮祈祷阮将各位所奉献的金钱摕去印圣经透过全世界，阮有200个国家25万的基甸会会员将这本圣经送到全世界大家所在
去年咱知影新冠疫情还未完全结束，总是基电会伫全世界遮会员真认真，阮有送出超过5600万本的圣经伫全世界。咱台湾阮全国有2500几个基电会会员阮嘛送出超过28万本的圣经这需要真大的经费总是感谢全世界所有教会兄姐支持甲奉献，阮才有遮济的经费，通印遮济圣经，会当互去年有5600万的灵魂有机会读到上帝的话，会当来认捌上帝。今仔日搁一摆来到教会，希望会当经过今日见证，向大家报告上帝是安怎使用各位所奉献的钱来印圣经，伫全世界带领济人会认捌上帝。我嘛要来见证上帝的话真奇妙，有大权能，会当拯救见那相信的人。坚守生命的道是阮今年的一个主题，我就用这个主题来甲大家来分享。这个，让它对外叮当。上面可以照出来。有了，就带来拍摄。好，出来了，我看一下，就是往下不能动。我会使啊 ，OK， 有了，好，不是很敏感哈。好，我那边就请你用口动好了哈。今日的圣经吼是菲律宾人书第2章第6节，咱拄仔读过吼，毋过咱对15节来看起。15节安尼讲，互恁无通嫌吼，真是无假。伫即个冤巧悖谬时代，做上帝无下处的囝儿，恁显明伫即个世代，亲像明光伫照，将生命的道理表明出来，互我甲伫基督的日有通夸口。我毋是空空跑走，嘛毋是空空着磨。下一页，这是保罗先生对菲律宾教会信徒的勉励。叫因伫即个冤巧较悖谬的时代，第一，咱着照上帝无下处的囝儿；第二，咱着显明即个世代，着亲像明光伫照；第三，咱着爱将活命的道理爱显明出来。保罗讲安尼，若安尼，伊才会当伫基督的日通夸口，讲伊毋是空空的跑走，嘛毋是空空的着磨。我想，这毋是干那是保罗先生对伊的信徒一个勉励，应该嘛是每一个牧师、传道，也是小组长，对因所照顾、所饲养的羊群的一个希望。我想，这更加是主耶稣对每一个伊用伊的宝血所买转来的囝儿，就是对咱每一个信徒一个期待。请下一页。今日阮的主题是第16节的第一句话，伫咱中文的圣经，伊的翻译是将活命的道理表明出来。其实这句话有2层的意思。第一层是对外有即个表明的意思，就是咱即马看到的即个经节，将活命的道理甲表明出来。毋过，这是较传统的圣经所翻译的字。下一页，较新的圣经也是英文的圣经，都是用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坚守这个动作，就是咱看右上角正边顶悬迄个英文字叫做 holding fast。这个 fast 主要读英语的这个 fast 直接毋是讲足紧的意思是抓安的意思所以就是爱坚持爱坚守的意思。那即咱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伊就直接翻做坚守生命的道，坚守活命的道。感谢上帝，
有这两个翻译做伙看，咱才会当对圣经的意思有较完全的一个了解。意思就是，咱对活命的道，咱就爱抓条条，才会当将这个活命的道会当表明出来。来下一页。咱今日来想讲，什么是活命的道呢？伫约翰的批第1书第1章第1节，伊讲到论到对起头所有的活命的道，就是咱所听见、所看见，咱亲身看过、亲手摸过，这摸过吼，摸过啊！这是约翰是耶稣身边同亲近的一个门徒学生，伊亲口做的见证。下一页，伫约翰福音段第1章一开始嘛安尼讲，伫起头有道，道甲上帝三角伫地，道就是上帝，道成肉体，徛起伫咱中间，有恩典甲真理满满，搁咱捌看见伊的荣光，亲像爸的独生囝的荣光。所以约翰安尼见证。搁下一页，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伊就是活命的道。活命的道就是耶稣基督。来下一页，主耶稣伊嘛捌安尼讲，互人活的就是神，肉体是无利益的。我对恁所讲的话，就是神，就是活命。主耶稣对咱讲的话，都是神吼，英文就是灵吼，就是活命。下一页。伫罗马人书第10章17节安尼讲，安尼信道理是对听道理来的，听道理是对基督的话来的。再按一下，所以上帝主的话都是神，都是活命。所以这本圣经就是上帝的话，圣经就是活命的道。再下一页，伫使徒行传第5章遐有安尼记载。使徒互祭司头掠去关伫监狱，暝时有天使来拍开监门，带因出去，佮吩咐因讲：恁着去徛伫殿内，用即个活命的道，拢讲互百姓听。因所传的活命的道，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体，为咱的罪钉伫十字架顶的即个救恩。下一页，所以活命的道。嘛是咱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即个福音在下一页。所以保罗先生伊嘛安尼讲，我无掠福音做见效，即个福音是上帝的大权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大先是犹太人，后来是希利尼人，所以活命的道嘛是福音，福音是上帝的大权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下一页。即个相片内底，即个黑人，伊捌来阮国际年会内底做见证。伊讲，伊伫10岁的时阵，就摕一支枪想要自杀。是安怎一个10岁的囡仔人，伊就想要自杀呢？原来伊出世实在是真凄惨。伊阿公就是一个黑人，伊甲人冤家，就共拍死，去用掠去关。伫迄个年代，一个黑人。拍死人掠去关，无人敢请伊的太太，就是伊的阿嬷。所以伊带7个囡仔，无收入，无法度过日子。伊7个囡仔内底同大汉的是14岁的一个查某囡仔，只好去做娼妓，出卖伊的肉体来趁钱来饲即个家庭。伊16岁的时阵，无细字有心咯，遐看见到。无稳准即项代志发生，用各种方法想要甲迄个囡仔拍掉，拢无成功。毋过伊有受伤着，所以伊就生落来一个早产的囡仔。即个早产的囡仔身体足侪问题，就是咱看到即个黑人拢阿全。所以即个囡仔足可怜，自细汉伊毋知影伊的老爸是啥人，伊的妈妈佫是一个娼妓。毋知安怎来教示伊个囡仔，所以当伊去学校读册时阵，
伊足自卑，定定去互其他的学生欺负甲踢笑，所以伊有真严重的大志，嘛有真严重学习的困难，所以伊日子过甲真痛苦。甲伊10岁的时阵，伊就无想要搁活落去咯。有一天，伊伫因妈妈的伊厝内底看到一支枪，哇！伊就摕起来，伊就想要自杀，伊就试着要拼，结果伊毋知影讲这枪内底有一个暗锁，所以伊拼袂落去。然后大家就知影，即个囡仔是咧活了真痛苦。一直到伊小学4年的时阵，伊拄到一个足疼心的基督徒的老师，查某老师，伊甘愿来甲帮衬，要替伊补习。即个老师呢，就予伊一本伊对李管摕出来的伊电话圣经送予伊。咱知影伫全世界李管的圣经拢是有新约圣经信用尔，毋过伫美国因为英语的，所以伊是规本的圣经。伊就叫龙华笑讲，你转去，你读圣经，啊，你甲录音录落来，然后你甲放来家己听，用即个方法来医治、来改善伊的大志的问题。所以伊安尼是对创世纪开始读、念，等于读到出下一页，出埃及记第4章，摩西伫上帝的山啊，拄到赤皮会中的上帝。摩西对耶和华讲：主啊，我平素毋是会讲话的人，对你，互你的奴仆讲话以后，嘛是安尼。我是喙齿钝的人。哇！伊读到遮的时阵，伊的目睭就金起来。伊讲：哦，原来摩西甲我共款哦，是一个袂晓讲话，啊，佮喙齿钝的人。伊想讲摩西拍算嘛是大志的。哇！原来上帝嘛爱大志的人，上帝嘛会拣选大志的人做大代志。伊搁读到以色列人去威胁亚利哥的故事。哇！伊发现讲上帝嘛拣选娼妓，啥是娼妓？原来就是大鼻王的阿祖拉合，伊嘛是耶稣的祖先。所以后来足侪年了后，即个龙阿笑伊做牧师了。有一天啊，伊的妈妈来伊的教会聚会，上帝感动，伊讲即个拉合的故事，伊的妈妈嘛因为安尼来信耶稣，接受耶稣。因为读圣经，伊就认捌上帝，上帝毋但医治伊的大志，佮赏赐伊智慧，互伊安尼读册都读会通，一直读到博士，尾啊，成做一个牧师。而且伊成做一个真会演讲的专家，甚至伊捌做过几落任美国总统的顾问。感谢上帝，福音是上帝的大权力，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因为兄弟恁的奉献，基电会会当来印圣经，将即个活命的道会当下伫礼馆中间，即个有疼心的老师。甲摕来送互即个无有伊的囡仔，互伊会当得救，生命得到改变。感谢俄罗上帝，请看下一章。我纪念会特别领袖就是爱坚守活命的道，坚守即个动作呢，伫新约的圣经内底出现足侪摆。伫帖撒罗尼迦人书第5章第19节。毋通拍花圣神的感动，毋通看轻先知的话。搁落去就即节讲，凡事着测验好的爱接受，遮讲的接受，就是甲坚守是同一个字。搁下一页，希伯来书第10章23节讲，嘛爱坚固咱所承认的愿望，无摇动，因为迄个应允咱的是信实的。这嘛是讲这个坚固这边就是坚守就是这字。咱的信仰是无变的真理，无变的真理，伫世间伫改变足大，咱来用咱的生命来坚固来接受。同款活命的道嘛是咱爱用咱的生命来坚守来坚守的。请看下一页。感谢咱的上帝，我这个基甸会就是用
实际的行动来坚守活命的道。在下一页，阮基甸会有8项爱坚持的，其中第1项就是阮坚持相信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话，而且是完全无错误的。阮相信，一个人读上帝的话，会愿意悔改，拢是上帝的权能。透过信心的感动，信心会当安慰人的心，会当想事医治，甲赦免罪的恩典。阮相信圣经就是活命的道。在下一页，阮基甸会坚持的第2项，就是基甸会敢若有一个目的，就是传福音来引带人信耶稣。世间有真侪传福音的团体，拢有同款的目的，总是每个团体伊的方法无同款。阮基甸会就是坚持用3个方法：第一，就是透过基甸会会员联合的服侍；第二，透过阮基甸会会员每一人个人的见证；甲第三，透过基甸会员出去送圣经，这3个方法来引带人认捌主耶稣。请看下一页。基甸会毋是教会，基甸会是以实际的行动来遵探上帝的命令，一个国际的宣教的团体。基甸会会员是对这顶头生的基督徒、商业甲专业的查甫人，以及甲因的家后所组成的。请看下一页。所以基甸会就是要伫全世界真侪教会伸出去一支宣教的手骨。这是啥物意思呢？就是咱教会会当随时会当方便去传福音的所在，阮就无去抢。基甸会就专门去甲教会无法度，也是无方便去的一寡团体，亲像旅馆、病院、监狱、学校、军队，也是警察局。这个团体呢，有一个特色，共同的特色，就是因这个团体拢是一个人一生中会踮遮长也是短，会踮遮经过的一个真关键的中途站。阮希望一个人一生你无来教会，总是会去病院，你总是会去读册。所以一个人一生有踮遮经过的时阵，有机会因为摕到基甸会圣经来认捌耶稣基督。请看下一页。旅馆是基甸会第一个送圣经的所在。相片内底即个姊妹，伊嘛是要来阮国际年会来做见证，做因妈妈的见证。伊讲伊的妈妈是出世自一个真严格的犹太人的家庭内底，自细汉伊的爸爸妈妈拢禁止因来接触基督教的物件，甚至因的喙袂使讲出耶稣即个名，因为伫美国读册，圣诞节的时阵，学校拢会唱圣诞歌曲。即个囡仔转来就是唱，结果呢去互因爸爸妈妈骂啥物呢？讲咱犹太人袂使讲耶稣即个名，所以你唱会使，唱着耶稣即个就爱跳过，爱跳过，所以这是安尼的一个背景。伊妈妈大汉了呢，真做一个时装模特儿，真水。伊甲一个真少年一个年轻有为的查甫朋友伫交往。有一日呢，伊就带即个查甫朋友转来厝诶食饭，还甲因爸爸妈妈认捌。总是结束了，送人客走，伊诶爸爸妈妈甲讲：你袂使甲即个人交往，是安怎？因为伊是基督徒，咱犹太人袂使甲基督徒结婚，所以伊诶妈妈心情真歹，所以。有放假的时阵，伊一个人买飞机票，就飞去拉斯维加斯，遐有教场嘛伊想要去心情歹要去放松去佚佗。当伊一个人入大去旅馆的房间的时阵，伊就看到面床头有一本圣经，伊就想起伊自细汉到大汉，每届伊甲伊的厝的人出去佚佗。要入去房间之前，伊的爸爸妈妈拢会甲交代，若要入去，你若看到圣经，拢袂使去摸，袂使去掀，袂使去看。即嘛是甲伊一个人，伊就想讲，即本圣经到底是啥物？咱拢袂使去摸，袂使去看。
伊就甲摕来摸，摕来看，发现讲哦，原来有旧约甲新约，旧约呢，伊看看就甲因的圣经差不多了吼，新约毋捌看过，所以呢，伊就拍开新约圣经，伊来掀来看，请看下一页。伊看到马太福音段第1章一开始，讲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彼得子孙耶稣基督家谱，过来讲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甲伊的兄弟。哇！伊就读落去，这段圣经咱大部分人拢感觉足无聊，对无吼？咱嘛直接甲跳过。总是呢，这个对着伊的妈妈呢，哇！伊看了真有趣味哦。伊讲，嘿，这拢是伊所认捌的，因的祖先啦，吼，犹太人的祖先啦。伊去看讲，哦，原来自细汉，伊的父母禁止伊的喙念出来，这个耶稣，哦，伊嘛是因亚伯拉罕的子孙，嘛是代彼的后裔。哦，所以伊就真趣味，伊就想要了解，这个耶稣到底是啥人？所以呢，伊规暝拢无困，伊就圣经就一直读，甚至呢，伊本来要去佚佗，要去教场，伊拢无去啦。吼，有时间伊就踮一直看，甲规本圣经、新约圣经甲看了，就伫旅馆内底，伊就祈祷，伊就将伊的性命交互耶稣，接受耶稣作为伊的救主。所以实在真奇妙，想出咱人智慧的性情。亲自来感动这个读圣经的人，互会当了解救恩的真理。一个旅馆对咱普通人，只是旅行啊出差的时阵，暂时会去住的所在。毋知大家捌想过无？旅馆是一寡家庭破碎，也是离家出走的人、走投无路的人，因人生同尾一站的所在。基甸会坚持起初。对上帝所领受的100多年来，继续到今仔日，嘛伫全世界200个国家，作为旅馆来下圣经。阮相信这本圣经会当帮助遐绝望的人，帮助遐走投无路的人来认捌上帝，得到上帝的救恩。请看下一页。学校嘛是阮上圣经比例同悬的所在，因为阮特别。上圣经予少年人，咱知影真侪人信主，拢是伫做学生的阶段。因为在即个阶段，一个人开始会想讲人生的意义是啥物，因伫找找人生的方向。阮会去到国中、高中、大学去上圣经，就是希望一个人伫学生的即个阶段，有机会1摆、2摆、3摆，甚至搁较侪摆。会摕到圣经，因为摕到圣经无看无路用，伊毋知甲等下倒会去，总是伫伊需要的时阵，拄会当摕到圣经，伊就拍开来看。我嘛伫台湾上圣经，我嘛把圣经送到全世界的所在。基甸会圣经是侪人一生中第1摆，嘛可能是唯一的1摆接触到基督教福音的机会。伫7年前，我有机会去参加伫非洲肯亚即个国际上圣经的活动。迄个礼拜，阮10个对全世界的基甸会兄弟来到遐配合当地的基甸会员，阮分做10组，伫去拜1甲拜5天的时间，阮去拜访700几间的学校。迄个礼拜，阮送出超过15万本的圣经，予当地学生甲老师。大家拢会当看到相片在相片里面遐学生甲咱台湾无共款阮伫学校外口上圣经差不多1/3会接受啦就真好。你看遐是校长甲所有全校学生拢集合起来，听阮介绍，然后呢一个排队来鞠躬来摕即个圣经，因真欢喜，因嘛真宝惜即个圣经。下一页，最后一天就是拜5的时，阮邀请当地牧师来食饭，甲因介绍阮做的事工。迄天阮有邀请一个当地的牧师来做见证，就是右边即个伊一上台伊就讲，我是出世是一个穆斯林家中的穆斯林，就是回教徒啦伊讲若毋是基甸会，我就无机会来认捌上帝。伊就讲原来因为
咱知影伫肯亚虽然85%是基督徒，因为伊捌互英国统治，总是伫这个东边的所在呢，有15%是回教的世界。所以呢，伊是出世是即个回教的家庭内底，对细汉就完全禁止伊接触基督教，所以嘛无人去伊的厝遐传福音，伊嘛无机会去教会。总是有一天学校来一阵像阮安尼穿西装打领带穿西装打领带，基点会会员来遐上圣经。全校的学生大部分拢摕即本圣经，毋过伊毋敢摕，是安怎？伊知影讲摕转去一定会去互骂。总是呢，伊足想要看讲这内底到底写啥，所以呢，伫学校的时阵，伊就甲伊的同学借来看。伊利用伫学校的时间，伊就读即本圣经。读伊就知影讲，原来耶稣是上帝的囝。伊毋是干那像因的回教讲耶稣是干那先知内底一个尔。哇！伊看了，伊就足想要信耶稣。总是伊无机会，伊嘛毋敢。等到伊较大汉，伊较大个城市去读册的时阵，离开厝，住外口，伊家己去找教会，上帝就甲呼召，那受洗，尾后去读神学院，成做一个牧师。所以伊即马足认真，有负担，向伊遮穆斯林回教徒来传福音。感谢上帝，信神用圣经就是上帝的话来引领足侪回教徒。到今仔日嘛是安尼，会当认捌耶稣基督。请看下一页。我嘛到病院甲诊所，甲圣经送互患者，嘛送互医疗的人员，有医生、护士甲其他的工作人员。基电会基本上是一个兄弟的事工团体。毋过阮嘛有姊妹会，阮的姊妹会就是基电会员的家后所组成的。姊妹会同重要的任务就是祈祷啦吼，为家己的丈夫来祈祷，嘛为基电会事工来祈祷，祈祷互家己的兄弟会当勇敢、会壮胆、会当坚守活命的道，嘛毋若甲大家做伙出去送圣经，嘛会当勇敢去做见证来传福音。所以阮定来讲，姊妹跪倒，互兄弟会当起走。阮姊妹嘛会出去送圣经，伊会去病院、去诊所送圣经，互医生、护士甲其他的医疗工作人员。伊嘛会去女子学校、女子监狱未婚妈妈之家家暴庇护中心，这个所在是姊妹去较方便，人较袂接受的所在，就为这就姊妹因去送圣经。下一张，这个相片内底。伫北城顶悬，即个是阮公司一个同事。伊伫30几岁的时阵，就得着喙齿的癌。第一摆因为发现真早，所以手术了，就恢复了真好。毋过10几年了，伊就搁牙复发。当我甲我这姐妹去甲病院甲看的时阵，迄当阵伊个癌已经拖到伊的肺部，拖到伊的脑部。医生甲讲，所有药拢用了已经无反应所以呢，医生已经无法度了。我去看伊的时阵，我就甲问讲：恁有啥物拍算无？伊就甲我讲：董事长，阮通做啥物拍算呢？大概想到以后的代志，伊讲伊翁仔某敢若会当摸得好，因为伊有2个囡仔，足细汉，伊嘛毋知影要安怎拍算。我有准备一本基电会的圣经。就是即本大字本的圣经，阮分开通后壁有9阮的计划，顶悬有足侪的圣经的经文，我就叫伊一句一句甲开喙念出来。当伊念了的时阵，我就问伊讲：你有要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无？伊马上讲：我袂。感谢主，我就带伊做一个祈祷，来决志接受耶稣。成做上帝的囝儿。下一页，因为伊的太太嘛是伫边仔来听，所以我的姊妹问伊太太：你有想要接受耶稣，甲恁的先生共款无？伊讲伊嘛要，所以伊嘛做祈祷、做决志，所以因夫妇共一天伫圣经后壁签伊的名，来表示因的决志，
要接受耶稣。我就安排，因为住中立，我就安排因厝附近的教会的牧师来较病房为伊来行洗礼。感谢上帝，伊接受洗礼了，甲伊去互上帝接去，差不多半年的时间。这中间出入病院，总是转去厝的时阵，伊的教会的牧师兄弟姊妹就去厝的甲探访。伊若有机会，伊就讲伊要去教会。所以这半年的时间，伊得到足地咱兄弟姊妹会疼。所以当伊离开的时阵，伊的心已经备办好，伊无阁惊吓，伊充满平安。虽然伊的太太真毋甘，总是伊嘛是备办心，伊知影因有国外的愿望，因知影有一天因要伫天顶，阁甲伊的先生、因的爸爸阁再见，所以人勇敢行人生的道路。感谢主。阮基甸会员有一个真好的、真特别的特权，就是会当伫咱个人传福音的时阵，会当用这本圣经来做传福音的一个手段。所以基甸会会员要帮助咱的兄弟，会当坚守活命的道，成做一场顶悬的福音勇士。咱鼓励基甸会员，毋但爱定定读圣经，定定送圣经。阮阁较鼓励阮基甸会会员爱做见证，北暗咱伫工作的时阵，阮会当接触到足侪毋是基督徒的人，阮就爱即个机会会当甲因传福音，所以阮真欢迎咱中间咱的职场的弟兄会当参加加做基甸会会员。请看下一章，阮嘛有甲圣经送去部队，感谢上帝，伫过去超10几年、20年的期间。伫台湾替阮拍开部队，会当去演讲、神煞送圣经即个大门。你看即个相片倒边，伫台仔顶，迄个穿红衫，迄个讲员，你看无清楚对无？迄个就是我的姊妹啦，感谢上帝，伊有机会会当诚做讲员，迄是去宜兰的金六节新兵训练中心，去来对因演讲，讲我的未来不是梦迄是早3年前，包括疫情的期间，总是因有开放，所以会当，迄天阮毋是干那伊一个人去，因为圣诞节前夕，阮就带阮的大汉的查某囝，甲因教会兄弟姊妹一群人拢少年家哇，阮演讲进前带动唱，哇，规个场面非常的热烈大家拢真欢喜，尾后。讲在演讲的时阵，大家拢足认真听。右边这个相片，你有看到无？大家边个拢安那摕这本迷彩版的圣经，拢咧献啦你是安怎知？伊咧献啥物无？我的姊妹真有智慧啦伊同尾有奖征答有奖征答答案对，就是圣经内底所以呢，因就爱去献来抢答。在过去这几年呢，阮伫全国的部队。有举行安尼会当演讲去送圣经的活动，同齐呢，捌一年办400几场的即安尼的演讲。旧年即几年因为有疫情的关系，所以有减少。总是旧年阮嘛办205场205场安尼的演讲，送出超过37000本的圣经。阮希望阮嘛相信内底有侪人。会伫伊人生需要的时阵，伊就拍开来看，伊就会得到即个福音。请看下一页。亲爱兄弟，50块银会当做啥物？买一杯咖啡，买一杯珍珠奶茶，啉了都无咯。你捌想过无？你50块银会当投资伫天国，互咱会当安尼印一本圣经，甲伊送甲全世界。侪人的所在的手中，会当拯救一个灵魂。基甸会圣经是侪人一生中第一摆，嘛可能是唯一一摆接触福音的机会。希望咱的兄弟会当继续用奉献来支持、来参与这个事工。阮会将各位的奉献100%拢用在印圣经甲送圣经。这个经费的顶悬，各位所奉献的钱，敢若有一半是印圣经送伫台湾，另外有一半
都是会送印圣经送到全世界足侪需要的国家。所以各位周报内底有即个奉献袋啊嘛有一个信用卡会当奉献的单仔，所以也有感动，一本无嫌少，1000本嘛无嫌济你有需要收据就写你的名甲你的地址，阮会互你会当扣税的收据，请看下一页。所以今仔日咱对上帝的话，咱会当知影，第一，活命的道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活命的道嘛是上帝互咱宝贵的话，就是这本圣经吼。第三，活命的道嘛是十字架的救恩，就是这个福音。所以，咱就爱坚守活命的道，咱搁爱甲活命的道爱表明出来，就是爱甲福音传出去。感谢主，请看下一页。124年前，感动阮的先辈成立国际基甸会，成做教会传出去宣教的一个手骨，利用圣经来传福音，予济济的人。今仔日我所分享这个见证，大家奉献伫内底拢有份。将来耶稣过来时，咱来伫耶稣的面前，咱就袂双手空空。所以，请大家继续来奉献来支持，嘛请大家替阮来祈祷，互阮即个事工的门会当大大的拍开。恁的参与就是支持伫全世界200个国家25万的像我共款，敢若阮自称是不知心的职场宣教士。所以，阵你有感动，你嘛想要甲阮共款，会当倾心来参与即个送圣经的即个活动，欢迎会当会后来找阮，也是找刘明清长老也是咱中间嘛几落个有参加基甸会的兄弟阮会更较详细来甲你说明。愿上帝祝福咱大家压头来祈祷。听阮的耶稣基督，阮感谢你，今仔日甲阮三角伫地，享受阮的敬拜，嘛愿阮讲话，由你帮助咱，听道，而且会当去行道，帮助阮成做一个聪明的人，有你的话，阁有力去行。求主帮助咱，会当回应主你的大使命，成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为主你过来陪伴道路。感谢阿老，祈祷奉主的名，阿们。谢谢。回应诗547首，求主带我甲你同行，请咱起立吟全首。即个咱特别为着基甸会伫逐所在传福音的即个事工、送圣经的事工，
咱为着这2500几位基甸的福音勇士来祈祷祝福咱为着因伫逐所在，希望会当有较侪人会当来参与，互福音会当传开咱特别来祈祷为着咱教会这个地下室改建的工程会当顺利祈祷，为着咱下半年教会全年更新营，甲后来咱文道的课程，甲福音的事工会当顺利，互得救人加添伫咱中间咱拢献上代祷嘛为着咱的国家祈祷为着明年总统立委的大选祈祷为着这个风台造成真侪区域的灾难会当紧紧恢复来祈祷。咱嘛为着世界有真侪天然的灾难，还是战争带来的苦难，咱拢献上代祷。为软弱的肢体咱伫主的面前三体祈祷。兄弟，咱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三声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今日伫国际基甸会中华民国总会特别的这个主力，多谢你将迄个坚守活命的道，这个信息会当互阮兄弟拢会当知影，活命的道就是耶稣基督，活命的道就是上帝的话语，活命的道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的福音。主啊，阮会当为这来活。主啊，互基甸勇士拢为着这来活。主啊，因会当成做福音的勇士，透过侪人的代祷奉献。主啊，会当印圣经，嘛会当互台湾同胞会当听着福音，互因会当来信耶稣。主啊，也会当伫互这国际真侪所在，也会当送圣经，将福音传到迄个所在。主啊，所求你祝福，互因拢有主你的恩典。主啊，互因伫大方拢得到你的供应。主啊，所阮感谢你，也祝福阮的教会，诚做传福音的教会。伫阮下半年，无论是阮的布道、牧养、文道训练，拢是要得到更较侪灵魂的果子来荣耀你的名，来互主欢喜。主啊，求你施恩祝福。主啊，所阮多谢你，互阮教会也会当通过地下室新建的工程，也毋茫搁较有传福音的功能。那阮无共款的世代族群，拢会当伫即个所在听着福音，伫即个所在得到装备，伫即个所在受切遣出去。主啊，所求你家己感动，互阮伫即场的兄弟有负担伫福音的，也会当加入伫基甸会。主啊，求你祝福。主啊，阮将阮的国家仰望你，无论是阮总统、立委的大选，无论国家拄着即个风台天然的灾难，一切才会恢复。主啊，求你施恩，整个世界看见逐所在火灾、水灾、战争的苦难。主啊，求你怜悯，互人会当归向你，只有人会当悔改归向你，这是阮的出路。求你救赎阮，互这个世界会当成做你的国。主啊，所感谢你，感谢你，阮有做软弱的肢体，愿你医治的手伫因身躯顶，互因对病痛得到医好，互因软弱会当勇壮起来。主啊，阮兄弟姊妹心中无论什么款的祈祷到你的面前，求你甘纳，求你听阮的祈祷。主啊，阮若祈祷，你就听；阮若呼求，你就应允。更较大、更较难的代志，你也指示阮。主啊，你所赐的是平安的意念，毋是降灾祸的意念，要互阮有盼望。感谢你，互阮今日会当领受你的话，会当刻条伫阮的心内，会当将活命的道抓条条，直到见主的面。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听这。咱请执事收奉献。而且咱有这个基甸的奉献录请咱会当一本圣经50块，献10本500块，献100本5000块，照你信的分量会当踊跃为着这个福音的事工、宣教的事工、得到灵魂的事工，咱会当参与。也这有时咱袂当到伫家教的所在，袂当到军队。袂当到真侪所在，
总是基甸的勇士替咱走，咱会当用方言带导，咱来支持。当然，真欢迎咱这场的兄弟吼，特别咱的兄弟吼，咱也有义负担吼，咱会当甲咱教会像老明清长老啦，吼，真侪这的基甸会员会当甲伊沟通吼。请咱起立来念方言的诗。亲爱的主，阮伫遮感谢你，你伫阮的身躯边赏赐白白恩典。阮为着即个恩典，阮要来感谢你。感谢你伫阮的生活广场顶悬有丰富的供应甲看顾。愿圣神会当保守阮，定定会当知足伫阮所领受的恩典，会当献上感谢。愿主感动阮的奉献，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祝福车肯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吟诗煞，且无事中道。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带脚步。恁通平安去，恁就将永活抓条条，会当坚守活命的道，就是会当忠诚伫耶稣基督，热心伫耶稣基督福音的报用，互恁成做福音的勇士，互恁会当得到真侪宝贵灵魂来进入上帝家。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相通，甲恁正大家三甲彼得，对支持到永世代无尽。请坐，绿岛闭会。